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1月18。哥林多前书3章9节安尼讲：因为阮是上帝会当着活的，恁是上帝所造的园，上帝所起的厝。三甲来祈祷，爱阮甲你当着活，是你所造的园，所起的厝的天父。阮感谢你，主啊！阮来到你的面前，要向你献上阮满心的懊恼甲感谢，因为你是创造万有的主，掌管历史的王，是堪得一切荣耀、尊贵甲敬拜的上帝。主啊，阮敬拜你，因你的智慧奇妙伟大，你的慈爱永远伫地，你的信实直到万代。主啊，求你伫阮的生命来做工，互阮无靠家己的气力，乃是我靠圣灵的气力甲引带。求你互阮所做的一切，毋是为着家己的名声，乃是为着你的国度甲荣耀来做。主啊，因为阮是甲你当着活的，阮是你所造的园，你所起的厝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